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欢迎大家又来到讲学安神市嘅频道。今日同样片来为大家小介来嘅新功能哈。乜个功能呢？就是做得老来嘅事情改做做得呈现合法嘅方式嘅事情呢哈。朝陈床看着比如讲也只对话杜方大家看哈，就像王拜恩打汉师穷打黑师穷样啦哈。你看，我也记按到爱早晨方床看到当到怪眼的空地水佛地度，也杜方只有两只是无法走出来的，就是第一只嘅爱，嗰一只怪眼的叫做眼哈。也做按照头摆人讲偷夫师偷夫师。冇办法走出来，过来也带下一篇，一篇短短的文章，都方嗰度爱你嘅吼，做下唔好出来。嗰所人做来做一个实体也好得那个公司伊有心你包括佢就讲出来一个新的事情做到台湾以后你下摆你来也都方传合法用词的时间。合法用词啦，本土语言的用词来讲啦，合法、河洛话、原住民的话嘅用词做好下做得可以到了，来，第二就听阿文的嘅操作来步骤来实听来。首先这学行转到前一页Line 55百分前页照片带下个角头，也按到主页。丁选标签页列主页标签已选取。点落一了后呢，看下右片嘅角头当方呢，也按到设定。个人图片设定按钮。点入去。点两设定。差不多要好了。按住手前也带下，也按到视频。移动账商店贴图主题铃声字形代币字形按钮。视频点落去。延绥函客过来大家看一下要当方做现代来杜方的视频，要带下做新呢，也是做来台湾一个新呢，一个视频按到延时的视频，好多把按到延绥做香菜啦我来点落去。延绥函客语字已选取。点落一了后要带下做出现套用一个东西出来。套用按钮。按出来点落去套用。套用恭喜大家！10天好写了，你头前看一下。字形按钮。看一下了，有对话。标签页列已选取。Boom 聊天813个已选丁选提醒事项1。都在看。大家看起吗？让 Line 恢第4页共5页，第3页共朝陈床看着当多在看，在水公里度。碰太边来看啦一只爱。一只怪眼的眼两道词出现了恭喜大家做得使用来看一下合法用词，也咩爱情大帮也来有比人也就做也新的功能也推荐俾大家使用。还有呢咩拜托乡亲朋友留意一只功能传出去本日的亲戚朋友啦，然后也得来做新的实体。了后呢，以后就传合法用词的时间，大家人就看到，你就做得本合法嘅用词呢，一只合法嘅文化呢，做得传承下去。大帮大家嘅收看讲学安神市嘅频道，什么安知识。